有条件欢迎联合国官员赴东突厥斯坦访问。在可能有多达100多万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斯坦被关进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的消息，持续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之际，中国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该地区查看，但条件是要遵循适当的手续。所谓新疆主席薛克莱提扎卡尔表示，新疆是一个开放的地区，所以他邀请想视察再教营的联合国官员参访，透过视察来客观公正地了解实际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卢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访问新疆，只要他们遵守适当的旅行手续。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对此进行了评论，并说，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在外国记者和代表团抵达东突厥斯坦之前，所有事情都将由中国当局准备好，世界不会被中国欺骗。中国官方向外媒展示再教营。中国首次允许国际媒体访问东突厥斯坦所谓的再教营，在此之前，中国当局一直否认其存在。中国政府首度邀请一小群外国媒体到3处的再教营参观，试图借此证明外国媒体之间的相关报道并非属实。此前，国际社会不断针对在教营内的情形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向外媒展示营地内的人们在跳舞、唱歌和做体育活动的场景，批评中国的人怀疑这是为了他们的参访刻意安排的桥段。当中国政府组织国内外记者采访，通常是要展现他们想呈现的，掩盖谎言，掩盖东突厥斯坦的情况，也就是违背民众意愿的大规模集中营。卡塔尔的资金被以色列拦截，以色列干预了从卡塔尔向加沙地带支付雇员的工资资金转移。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停止卡塔尔派遣的用于支付加沙地带雇员的工资资金的转移。北京通过伊斯兰教中国化5年计划。北京近期举行的涉伊斯兰教会议通过一项5年计划引发关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一次研讨会，通过有关伊斯兰教中国化5年计划的决议。会议披露，至少8个省级地区的伊斯兰教代表发声。中国近来在西北地区持续大规模地进行宗教活动，不过持在维稳的中共宗教政治活动被境外舆论被视为打压宗教、压制自由的一部分。塞西的评论引起了批评。埃及总统塞西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但是埃及驻华盛顿大使随后却要求该媒体不要播出本次采访内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60分钟栏目中，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埃及军队与以色列合作，在西奈半岛北部打击恐怖分子。塞西在谈话时否认了埃及境内关押政治犯的情况。人权观察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中表示，塞西总统不习惯媒体提出的疑问，因为许多批评他的记者将被投入监狱。